摩根士丹利點解可以喺市場波動中逆勢增長？佢哋嘅最新財報隱藏咗咩投資機會呢？一齊睇下佢哋嘅表現。We know we're coming into a super cycle for issuance, M&A activity, and advisory. What do you make of the job Ted Pick is doing over there at Morgan Stanley? Just 呢份財報展示咗摩根士丹利非凡嘅運營實力，尤其係強勁嘅財富管理業務同超預期嘅盈利增長，預示住未來收費收入嘅巨大潛力。再加上併購活動嘅超級週期 ，Moose 股票好可能進入新一輪嘅上升通道。接下來我哋會進行技術分析，深入探討呢個投資機會。摩根士丹利最近嘅業績真係令人眼前一亮，佢哋嘅每股盈利超乎預期，財富管理業務亦錄得強勁增長。呢個唔單止係好消息，更預示住一個金融服務嘅超級循環即將來臨，前景一片光明。喺行政總裁 Ted Pick 嘅卓越領導下，摩根士丹利嘅客戶參與度同埋利潤都創咗新高。呢啲強勁嘅表現將會推動未來收入，特別係喺併購同顧問服務方面，引領新一輪嘅增長浪潮。如果你睇返佢哋嘅數據，摩根士丹利嘅股票表現喺過去90日同365日都明顯跑贏大市同埋同行業。佢哋嘅收入增長率達到11%，盈利增長率更高達21%，股票實際年化回報高達40%。公司最新嘅每股盈利達到8.04美元，而應收帳款佔銷售額嘅比例係0%，顯示其營運效率極高。加上美元指數年度下跌8.8%，對於摩根士丹利呢啲全球化公司嚟講，海外盈利換算返嚟會更可觀。一個有趣嘅現象係，當大眾對金融呢個詞嘅搜索熱度上升，摩根士丹利嘅股價通常會喺短時間內跟隨上升。呢個 Google 趨勢嘅領先指標，顯示咗市場潛在嘅買入機會，關注度值得留意。雖然前景睇好，但投資始終要保持理性。我哋發現佢嘅股價同交易量出現咗溫和嘅負相關性，即係所謂嘅價量背離。呢個可能係一個潛在嘅反轉信號，提醒大家投資前要仔細分析，保持警惕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